過嚟珠海租樓，而家所有港澳街坊、海外華僑最中意嘅地方係邊度呢？噔噔噔噔，就係我哋呢個十字門板塊。咁啊，呢邊呢就係澳門嚟嘅葡京啦，旅遊塔啦。咁呢邊呢就係橫琴 IFC 金融島嚟嘅。咁啊，最多人中意就係橫琴、十字門呢兩個板塊。呢兩個板塊呢係成個珠海市區嚟講，配套最齊全、最頂級嘅地方。咁首先就係有我哋珠海嘅地標珠海中心最高嘅樓。咁啊呢邊呢就係有喜來登酒店5星級酒店，包括成個珠海最高端嘅酒店瑞吉酒店喺呢邊嘅。咁啊下面呢嗱好大呢個呢就係會展中心。嗱呢個就係會展中心。咁呢邊呢就係歌劇院。咁啊中意去睇戲嘅朋友欣賞啲古典音樂嘅呢，都可以過嚟呢邊欣賞下嘅。呢個區域呢係一個高尚住宅區，即係一個豪宅區嚟嘅。咁好多人就想喺呢邊租樓啦，但係而家喺成個 YouTube 上呢睇到嘅視頻呢，都係比較少因為唔齊全。因為而家市面上所有 agent 同你介紹十字門嘅樓盤呢，都係好少嘅，可能佢就介紹一套兩套，係咪？即係選擇性嚟講就好難去選擇了解就唔夠全面應該係咁講。了解呢個區域嘅話唔夠全面。咁咩面積租咩價，有幾套喺度租咩朝向即係選擇性嘅話就唔多。但係西文嘅話係擁有成個珠海最頂級嘅系統，最強大嘅系統。首先就係我哋呢個 VR， 咁第二個就係中國最強大嘅房地產系統背後。咁睇市面上有幾多套樓喺度租嘅，我全部掌握到有眼有耳俾你睇嘅業主放咩價，全部係真實嘅好多俾你選擇嘅，即係好全面講句難聽嘅就係所有資訊全部擺上台，任你選擇唔會同你玩套路。咁而家喺市面上所有 agent 呢都會同你玩套路嘅。咁佢而家影嘅呢個視頻呢，佢只會影一套到兩套，揀最靚嘅嚟影，吸引你。咁去到現場係咪嗰樣嘢呢？又唔知。但係西文唔同，西文就會全部 show 晒出嚟俾你睇我哋今日嘅主角就講中海環宇天下。咁中海環宇天下究竟有幾多樓喺度租咩價錢？我全部攤開俾你睇，任你自己嚟選擇冇任何嘅隱瞞夠坦誠啦嘛。我唔需要同你玩任何套路嘅我唔好似其他 agent 咁，係咪？就係整幾套吸引你過嚟，然之後有目的咁引導你去做其他嘢我係唔需要玩呢啲套路嘅。君子坦蕩蕩啊嘛，我已經擁有咁強大嘅系統，咁多房源，我係唔需要同你玩套路，玩嗰啲唔入流嘅把戲即係我覺得好失禮係咪？嗰啲人即係冇料佢先會用各種手段喺度玩馬騮戲啫我哋直接入主題，生更科俾你睇。咁先睇下我哋中海環宇天下呢邊先，睇下呢邊呢就係睇海景嘅，就係大面積睇到未即係 E 區 E 區呢邊嘅即係臨海呢邊呢就係218平方嘅呢啲海景單位。咁後面呢就係169平方嘅。睇下你自己需要咩面積咩戶型。咁呢邊呢即係 E 區11到13棟呢就係141平方嘅。咁過到嚟呢邊呢4區呢就係小洋房，即係啲小高層，大概就11層咁上下啦咁 OK。其實我哋主要而家主力租嘅呢就係呢個區域 D 區，就係呢個區域可以睇下呢邊嘅面積呢就係2梯6戶嘅86平方啦，102平方啦112平方啦，就係呢啲面積嘅。咁仲有呢棟
啊，一棟呢邊咧就係99平方啊，129平方，136平方嘅。OK， 咁我而家就帶你睇下我哋中海環宇天下呢邊啊有咩房喺度租緊嘅。哦，我要同你介紹下配套先咯。點解咁多人中意十字門嘅原因咧？佢個位置被稱為千億配套，真係用錢搭出嚟嘅。啊，先睇下佢個城市面貌，好 modern， 好靚仔，嚇全新嘅。啊，咁即係佢地底咧係有輕軌，即係地鐵嘅，去到珠海機場嘅。啊，咁啊呢邊咧就有華發商都。咁啊而家呢兩棟公寓樓下咧就係華發商都2期，咁呢邊咧就係華發商都3期，到2026年年底開業。啊，所以佢個配套係超齊全啊，頂級嘅啊。咁啊配套呢樣嘢唔使講啦。咁由我哋十字門呢度咧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，大概個路程就係10分鐘，而且而家樓下就有直通巴翻到香港嘅啊，非常之方便啊！你喺香港太子前灣可以坐佢個直通巴嚟十字門都得，或者你自己啊坐金巴過嚟珠海又得。咁啊打的過嚟都係10分鐘啊，都係10幾20蚊啊，好平，同埋去澳門非常之方便。OK， 我哋而家就睇下有咩樓喺度租緊嘅。中海環宇天下咧，總共有45套喺度租嘅。嗱，呢邊匯德利咧就有25套 ，D 區咧就有41套。啊呢邊咧，呢邊就樓王單位咧啊，就總共有21套。啊 ，OK， 記住呢個數。咁我哋而家就嚟更好啦，兄弟們。呢邊咧就係 C 區，咁我哋睇下呢邊啊，127平方4房2廳2衛，東南向，開價8600蚊。呢套105平方3房2廳2衛，東南向啊6000蚊，全部都係新嘅，新嘢嚟嘅，配備全部新嘅。啊呢套130平方4房2個衛生間，9200蚊。啊呢套又係130方，開價1萬。啊呢個就係127平方，開價8200蚊。啊大多數都係100幾平方到130方嘅。啊呢個區域咧就係 C 區嚟嘅。咁我哋就睇翻匯德利呢邊。啊匯德利咧就有25套房喺度租嘅，記住。啊呢個就係114平方4房2廳，開價8600蚊。呢個就係96平方3房，開價6000蚊。啊114平方，開價9500。啊80平方3房，開價先係4500蚊。咁啊最平咧就係呢個積㗎啦，就係80平方嘅，隨時睇房。啊咁啊吉房都有嘅。咁啊你如果中意自己買家私家電嘅話，咁後期啊都可以揀翻呢種吉房。啊價錢可以傾嘅嚇，各位街坊。啊呢個97方咧開價就6800蚊。咁啊呢個87平方咧開價7000蚊，呢個就有啲離譜啦，開價有啲貴嚇。咁啊後期都可以幫你斬價，劈盡啲。呢邊97方開價7500蚊，全部都係新嘢嚟嘅。OK， 咁我哋再睇翻 D 區呢邊啊86平方吉房5000蚊。好，各位街坊睇下，呢邊始終係豪宅區，所以個配備啊啲家私家電嘅話就好豪華，好新淨嘅。啊呢個102平方開價8000蚊，呢個就係業主自己住嘅，咁佢而家就攞嚟出租啊。業主自己配備嘅嘢嘅話，一般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啊呢個136平方9800蚊，啊呢個勁都靚嘅嚇。OK， 咁啊再睇下啊個面積86平方，112平方，啊129平方。OK， 我哋睇大單位啦，好嘛？142平方開價12000，啊都差唔多係呢個價。OK， 重點嚟啦，樓王單位223平方開價26000，家私齊全，睇無敵景觀海景嘅。咁啊呢個169平方個吉房就開價18000。啊有一個223平方
吉房開價有22000啊！嗱，睇到未？即係169平方，咧大概開價都係去到15000到2萬幾噶啦，就睇佢入邊有冇配備。咁啊，好多街坊可能就又想了解下另一個產品嘅對比，就係華發灣仔1號啊。咁呢邊咧都有20套房喺度租嘅。我相信喺成個市面上，所有 agent 都唔會俾你睇咁詳細嚇，show 俾你睇嘅。但係我哋而家都過目一下，睇下入邊個價錢同埋個圖片啊，好正嘅啊，個面積啊，你睇到未？全新嘅都未拆啊，呢啲包裝可以認真睇下。如果你睇唔到嘅話，你可以截圖。OK 嗱，各位街坊，今日咧就重點同你介紹咗十字門呢個板塊，就係中海環宇天下呢邊總共有45套房喺度租嘅。咁我相信總有一套係啱你嘅啊！喺呢邊咧個生活配套係非常之齊全嘅。咁啊，你如果有咩唔明白嘅地方，或者想要其他樓盤嘅，咁都可以喺後面WhatsApp 我同我講啊。總之西文就係坦誠公開同你講，有咩樓喺度租啊，直接 show 俾你睇啊。OK 啦，咁啊，今期節目咧就同你分享到呢度，下一期繼續同你分享其他區域嘅。